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工商服务时间，今日咱节目伫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考虑因的服务。详细资料都放伫说明区，互你做参考。再会彼日，风微微，你回头看我，笑眯眯，深深的我，无无的记，酸酸的心肝，滴滴。好咧，咱继续转来。我感觉有一个代志吼，我拄仔一直想要问，就是讲，因为咱拄开头都一直讲你是社会学的博士，所以这嘛影响着讲你伫做绘本，都是为你的专业来出发嘛，吼，所以咱做真侪讲明理的绘本。不过，咱换一个角度来看，本土语言这件代志，对台湾，你认为若为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伊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是安那？咱爱注重迄个本土语言，大家因为真侪人讲实在现今社会，因为咱过去的关系，真侪人伊是自细汉伊会认为伊的母语，即个母语先做加一个即个标注就对啊吼，即个母语伊认为是华语，对吧？因为我自细汉可能我听的就是华语，阮老爸老母嘛是拢教我讲华语，我的母语是华语，我是安那爱去学本土语言即件代志？我感觉吼，有影就是。你若是去有一寡机会吼，重新去思考家己过去吼，甲即摆即个成长的即个即个整个即个过程，你会发觉到吼，就是语言的本身吼，伊是通往即个认同上紧的道路吼。是。为什么我安尼讲吼？因为无共款的语言，伊是看到即个世界。无共款的色水，伊看即个世界角度嘛无共，都亲像讲台湾人爱煮食，所以台湾人对煮食即个同事，吼，都特别要紧啊。是，因为台湾人真爱食嘛，台湾的食神带动。对食食文化是台湾最重要的即个文化一部分。你讲英国人因的即个煮食的同事都真少安尼。我想要插播一个，英国人英国的食的物件是不是真正足少的对无？我感觉无好食，毋知影是因为讲我是台湾胃吼，所以讲去英国我就嫌东嫌西吼拢家己煮啦，所以我拢笑讲我去英国读博士，其实是去读即个英国的料理大学，对，料理大学安尼，因为都家己并为即个简单煮，并做不哩厉害啊，煮几道安尼，但是为着要互较接近妈妈的即个手路菜安尼。但是英国因对即个情绪伊的描写
就有了诶，吼啊，反倒转来吼，台湾台语内底攻击别人的动词足多诶，就这要求谁讲实在，这敢是因为台湾这是郑顺聪老师吼，伫咧伊面册捌搭过即个道吼，啊，伊经历差不多10个哦，10几个即个攻击人的即个动词，啊，我感觉讲哇。敢是咱台湾人真爱相拍吼，还是讲猫啊、金啊、狗啊、站啊、龙啊、吼、神吼，有足多吼，讲袂完啊！我感觉这就是拄仔所讲到的，就是语言的本身，伊是熟悉一个文化真重要的一个道路，嘛是上紧的道路。是，若是讲一个囡仔，你甲伊讲，你的母语是啥物？其实某种程度，你就决定伊看即个世界的角度啊。吼，所以讲我感觉，有影就是要甲爸爸妈妈分享啦，吼，华语、台语、日语、英语，吼，每一种语言，伊看到的即个世界是无共款的，吼，啊，伊所要紧的，因为即个语言所要紧的物件嘛，拢无共，吼，所以我会鼓励咱爸爸妈妈，吼，会当甲你家己的母语捡转来，无论讲是族语，还是客语，还是讲是台语，吼，我感觉这是对囡仔来讲，吼，若是咱常常咧讲啊，这是咱的即个传承文化的一个使命感，若是安尼，我感觉对囡仔伊用无共款的角度去看共一项代志，这是真好的一种灵魂甲精神的训练安尼。本土语言确实是即方面，因为华语强势的关系吼，所以咱会拄着真济即款的，毋管是语文啊，或者是伊认为讲无差，因为我就是平常时伫社会走跳，我嘛正常安尼讲话拢无问题。但事实上，你若真正是家己你的母语能力是袂歹的人，你其实会察觉到这两个无共款的语言之间，互你的感受是无共款。当然，有的人会较甲即个母语放伫咧家己的情绪面，就是讲，比如讲，有的人会认为讲，就是要甲人冤家相骂的时阵，摕出来用；有的是认为讲听起来特别亲切。毋过我常常会感觉讲，伫咧亲切的，甲人生气、相嚷的时阵，用你的母语以外，应该伊有法度进入着搁较济的无共款的领域、无共款的范围。比如讲，我家己伫生活当中，因为我台语使用量大，所以我可能今日反正即台语是摕来甲人画拍拉肯，后一个点钟我可能伫甲人开会讨论代志吼。阮原则上我会用真大量伫使用台语，可能搁后一点钟搁伫创啥伫拍拉了，但是伊应该爱用伫每一款的情景，共款是即个语言，因为其实伊上重要就是像你刚刚讲，是互你为一个文化的体系、一个立场、一个思考的方式、思考的理路出发去看待所有的代志吼，就是你做一个咱讲，比如讲咱讲台湾人，毋管今日讲客语、讲台语、讲原住民族语。台湾人嘛会使真济无共款的样相，真济无共款的形。那你到底安怎思考家己做一个台湾人？我想这嘛是共款意思吼。认同其实会回归到这个问题，但这个认同毋是干那讲我是台湾人一句话就结束哈。比如真济人嘛会去讨论这个物件，什么叫做台湾人？你尤其你人到国外的时阵，你甲别人斗阵，甚至讲你拄着中国人，你拄着其他咱可能较熟悉日本人啊、韩国人的时阵。到底啥是台湾人？或者你到迄个国家，你要甲迄个国家的人讲台湾人是啥？阮安那的时阵，你迄安那绝对毋是全部的台湾人，一定是某一款你认同当中的族群的样相。那这个样相其实甲你的语言是全部绑做伙，真侪物件你要解说时阵，其实要回归到你的族群的语言，毋是一个通用的单纯教育体制落来甲你教出来的华语这款的物件。因为讲实在，迄毋是属于你原本发展出来的语言。我讲，就算讲是爸母甲你讲的话，嘛是共款，因为伊也是欠一个物件。我讲你若真正会晓母语的人，你会感受到这件代志。我讲有这个差别啦。不过当然，面对大的情形，咱现实就是讲真济语言包含，毋管我这代你这代，拢会出现这个断根的情形。真济人愿意捡转来真好，不过你要捡转嘛，讲实在无遐简单，因为社会环境无定着互你遮好的这个资源，通做这件代志。你认为讲，敢有啥物国家会使为规个社会，因为你是社会学的博士，为社会整个这个结构吼，毋管咱讲结构，或是政策的方面，或者是搁较整体性、较大的这个角度来看，敢有可能有啥物款会使着手，会使进入，会使互这个社会提供搁较好的找对啊伊家己的母语的方法？
作为一个社会学者吼，有当时看社会会看就是整个即个结构性的问题，也是讲即个咱台湾社会较主流的一寡思考，若是讲咱要推扫台语，其实上简单的方法，嘛是上粗残的方法，就是考试加分即个代志。嘿，目前为止其实族语有即个加分吼。这我感觉是真好，去鼓励，就是咱即马原住民族语消失得足紧诶吼，有即个真好诶一个鼓励诶政策，我感觉真好。客户即马嘛开始有即种，你若是会考过即个语言诶某一种程度吼，你嘛伫诶当伫诶即个公家机关，你嘛有当一寡奖励，到即个台语吼，目前就是也无即种相对应诶，无论讲是伫诶教育吼，也是讲是伫诶咱讲即个食头路。拢无一种较明显的鼓励，而且咱无咱家己的即个主管的机关的这项代志，对，这是我感觉就互人感觉伤心的，因为讲台语的人数是上多的，吼，伫咧咱台湾社会来讲，但是都是因为人数多，所以逐个人拢无一种危机的意识，感觉讲要紧啊，反正袂死安尼，抑佫有淡薄仔咧喘气，伫咧 ICU 遐咧佫咧喘气安尼，无亲像族语已经伫水，嘛是伫 ICU，已经断开断啊一半安尼吼，佫较紧急安尼。但是台语若是无紧急吼，伊真紧就会面对着即马客户甲即个族语即马咧面对的即个问题。我感觉就是讲上紧的方法，政策方面吼，这就很实诶。来伫咧教育的部分啦，吼台湾人真古锥，你若是甲伊讲，即个台语我要来甲你加分，吼，考试我要考，吼，明仔载都有足侪补习班，都会一间一间吼，咧街路拢看会着，吼，而且佫会一礼拜补习3点钟，即种困难，吼，去加强。台语虽然讲实用性来讲吼，这是上紧的方法，但是这听起来嘛是淡薄仔悲伤。咱台湾人敢是拢爱安尼，拢爱讲到即种足有利益性的物件，逐个人才要来做。这是第一项。我嘛会继续吼，因为作为一个大学的老师吼，有一寡社会责任，我感觉应该爱去后礼拜我嘛会过去拜会吼，即个国会内底一寡咱的即个议员吼，去做更较侪即种政策方面的一寡咱去游说，免咱去推销着即个政策啊。对，因为这是最现实的。吼，你若是甲咱的台语老师，即马目前为止伫咧教学现场拢无地位，吼，是安怎无地位呢？因为囡仔拢知影，即科袂考对，所以拢摕英语的即个单字表背啦，嘿，拢做别项代志，是讲咧背华语，因为后一节要考华语，是咧写数学，好教室嘛拢去足远的所在，佫有伫咧。就莫讲倒一间学校吼，伫咧仓库内底叫老师教册，你排桌排椅都爱排足久的，20分钟过啊。老师家己嘛足伤心，佫是真好的学校，佫是私立的学校，愈来愈讲啊具体袂使。好，这拢是阮的师大即马咧第一线咧教学的老师所讲的吼，而且。大部分的人对台语有一寡刻板印象，就感觉讲台语是老大人咧讲的。这情形嘛是伫咧客户族语嘛有，族语甲客户的老师的迄个image年岁是更较大的吼。台语差不多50、60岁，客户70啦，吼族语可能80。好，所以这嘛是这个刻板印象嘛是爱来调整，所以咱有侪少年的俊男美女，好入去这个教学现场安尼吼。抑个有我感觉另外一个上重要，即马咱嘛爱家动进来做，吼，就是国家语言会议，其实有做一个建议，吼，就是咱即马爱有一个咱讲的一个地区通用语的即个代志，譬如讲宜兰有即个咱主持人遮尔教讲台语，吼，甲厝边隔壁呢，即区用乡镇嘛会使做一个单位，咱来做通用语，吼，通用语的一个好处是啥？就是学校伊嘛较有一个法律的根据，伊都会当提悬即个就是目前用台语教学的比例，你若是伫咧即个公家机关咧办代志，公家机关的即个公务人员，伊都爱开始做认真咧学即个物件，即个语言伊才会当流通愈来愈
侪人会当讲安尼。这通用语的这个设定的意思是讲，这个所在伊做一个主要的语言，官方半官方的概念，伊是一个鼓励，就是讲咱政策会当补贴一寡奖金，吼，还是讲一寡考试的评估的这种制度，会当鼓励，就是无论讲是即马已经咧食头路啊，还是讲私人机关嘛会使，大有家庭，还是讲学校，吼，来做一个通用句的推广。这是不是其实嘛包含着讲包含这个路牌？咱有大家看到有的所在开始也出现客语的路牌，或者是原住民语族的这个路牌。对。所以内底就各种的这个无共款的可能会使做的代志。对，不过这可能对各乡镇来讲，因都爱思考的代志变较侪，对无？对，而且这个代志讲到转来，都是有一个上大的问题，就是台语即马无主管机关。是所以要倒一个部会来做呢。目前是安尼，甲大家补充一下吼，因为这个一般上国家语言发展法。其实应该是伊出来进前都已经有这个客语的客家委员会，加原住民族委员会这个机关。当然，原住民族委员会我讲更较复杂，是因为伊族群真济。你虽然讲统称叫做原住民族，但是伊毋是一族，伊有十外族。后壁佫增加的佫较济吼。那当然因为有这个主管机关，因当年的预算会较济吼，因为这是甲你的设定有关系。那另外就是因会使针对因主要的业务目标来去推行。所以像拄才讲到考试这件代志，比如讲你伫公家机关，若是你去考原住民族的这个认证考试，或者是考客语的这个伊的考试，你若有考过，伊有补贴你的考试的费用，还有其他的费用，甚至有一寡奖励的方式。那这其实主要的来源就是来自这个委员会。那目前因为台语这部分无设立一个委员会，伊的主管机关主要是伫咧文化部，但文化部伊主要做的是文化工作吼，伊有法度做的代志有限，所以伊的心力嘛有限，嘛袂因为你管这件代志，政府就会互文化部搁较侪钱，大家拢知文化部经费其实无介侪，当然有当时一寡专栏讲一年是3年5年偌侪亿，但是你分配落去其实是数量就真少所以咱会使做的代志就真有限，无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会使专心注心伫这件代志，伊当然就会有这个差别啦。我想这嘛是真济，咱不管是学界啦，还是民间一直伫推行、伫推动，希望讲来成立着这个委员会这个主要的目标啦。因为就像你刚讲，因为你是为社会学的这个角度来看，规个社会结构的调整是最重要。有的物件可能你会方便想讲连台语都要叫我考试增加阮的困扰，囡仔册感读了无够你爱阮一工读完，一定会有这个声音，这是无法度的代志。但是大家会使去思考的是。有当时这个物件是你一定要为结构的方式来去做调整，就像啥啦，咱讲国文较早有做国文不管你要讲华文国文，你自细汉自幼稚园啊大家到做幼稚园嘛开始读起读到大，你公务机关嘛搁伫考这，但是请问公务机关是安那爱考国文这个物件？你平常时间真正用到所谓的国文已经超过你平常时讲话的需要。若要写公文吼，咁真正需要学这，你就因为伊另外还有一套做公文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教育嘛吼，所以你会其实去上迄个课的话，去学迄个教材的话，请问你才会考所有大部分拢会考到国文是安那？那我想要把这换掉，换成其他么台文啊、客文啊，还是客语文，或者是这个原住民族，因为你会晓这物件进入到无共区域，主要是通行语言是什么语言是？迄差别是真大对，因为我嘛补充一个吼，拄啊，咱最近讲了就好诶吼，一篇凊彩讲出师表，好，最近有新版的出师表，是，我嘛录过这个台语的版本，原来都是你，大家吼英雄咧，嘿，民族英雄，嘿，都是一篇这个文言文吼，中国文言文吼。差不多学生囡仔会开10天的时间，学校伊每礼拜吼可能有这个课程的安排吼，差不多6、7、8节课吼，在上国文课吼，就是中文课安尼吼，其他的时间拢是用中文。在上其他的科目，就是讲伊开伫诶，就是中文的时间、华语的时间是遐尔啊侪，99%。嘿
开伫咧咱的家己的语言，敢若40分钟吼小学吼，还是50分钟吼，你讲20分钟摆倒啊？对，有影吼。所以爸爸妈妈千万毋通误解吼，就是讲找咱的麻烦，囡仔的麻烦。因为整个的即个咱熟悉世界的一个整个的结构已经互人结构去啊，吼，就是人已经甲你传遍吼，就叫你用即种观点去理解即个世界，用华文的观点去理解世界，所以你毋捌用家己的语言去思考即项代志，这中央有足侪理所当然背后会无理所当然，这背后有绝对政治伫内底吼。这嘛是我都会互因摕伊所讲到的。另外一项就是咱讲的即个主管机关的问题，因为主管机关，我遮有正确数字吼，因为最近咧做台湾家庭的即个研究，所以嘛爱去评足侪数字吼。即个原民会吼，伊今年的预算是即个91亿。客委会呢，吼45亿，好台语呢，台语我这拄仔咱之前有讲到吼，就是文化部有即个补助，但是这可能是文化部一年预算内底吼，无偌济吼，可能几亿内底诶。1000万，这1000万内底补互即个语言优先，还是啥物吼？对，这计划搁爱因为即个语言优先的即个政策，所以毋是干那补台语哦，嘛爱搁补族语哦，嘛会使补客语哦，所以就是讲，本诶，咱来你来做即个数学认真去算一下，台语真正无偌侪钱呢。是那遮尔敢若新妇仔呢，明明是人数上侪吼。我感觉讲有影就是讲客语、族语，伊有即个鼓励甲保存的完全的必要性，我是完全同意。敢会讲台语的族群嘛，需要照顾一下，好无？敢袂使卖遮可怜，互咱逐个放在目无收安尼。对啦，确实是一个较因为真侪人对政策这方面较无了解哦。你生活当中所有你认为真正常情、你真理所当然的这一切，真侪物件拢是咱所建立出来的，这种毋是自然发生的。你今日上课用什么语言？你的课程的安排，那上课其实全部拢是设定出来，毋是自然就发生，无迄个自然就发生的代志。所以大家凡使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那今日比如讲像拄则讲，咱讲甲即个台语的，毋管是你讲检定啦、试验啦、考试啦，或者是遮个物件，放入去教育内底时阵，会使比例做一寡调整。无大家爱思考，毋是讲增加我的困扰是，既然安尼，咱知影遮个物件重要，安尼有一寡物件是毋是去做调整？我讲调整比例，这才是真正符合着公平啦。莫济啦，一半就好啊，好无？对啊，因为上无咱为上细汉的即个教育开始，你讲我已经高中、国中代志考试都已经真赶佫叫我用台语上课，我真正袂晓好。咱为上细汉幼稚园开始总是会使嘛吼。为教育本来是为细汉开始，当然嘛希望讲。当然，咱家己的听友，我相信无即个问题，但是咱嘛伫网络顶看到真个家长会摆贴着讲囡仔学的遐台文，我看无，死哪写这什么物件？佮当个死哪你嘛20年以前的代志啊，所以这物件我讲爱对着时代的进步，你若真正关心囡仔，当然你嘛应该理解讲囡仔目前上课学着是啥，你若袂晓无要紧，你若较早囡仔数学袂晓，你是毋是爱甲教？你若嘛袂晓，你是毋是家己去学者？同样嘛，台文、台语你若袂晓，你就甲教嘛，还是你若袂晓，家己去学嘛，学了来教囡仔，培养教囡仔的互动，这是本来就应该爱做的。当然讲到家庭啦，我嘛真好奇讲，对你家己来讲，因为咱当讲着较大范围社会结构的问题，但是你家己因为你是台语家庭，那对囡仔是全台语。毋过，恁家己的爸母，因为拄则嘛讲着讲，你的爸母伫甲你讲话的时阵，其实毋是全台语的，所以你有一部分嘛，算讲是后来经过伫咧国外伫读册时，甲开始有即个概念、即个意识，重新甲伊搁较完整、搁较找转来。但是你的爸母当你对你的囡仔讲话的时阵，伊是全台语也是共款的有即个咱定讲滑头的问题。阿公阿嬷是完全都是全台语，因为伫咧因出世之前，阮就拢讲好啊，传遍遍。对因啊，规组家私拢传遍遍啊，对，就是拢讲阮要做台语家庭，爸爸妈妈其实嘛就赞成诶，就是讲
伫个我细汉的时阵，嗯爸爸妈妈无讲特别讲无要甲我讲台语，其实因拢透人咧讲安尼吼，只是讲因为我拄仔说讲着妈妈是小学老师，是所以伊有迄个爱互我考试考了好，一寡想象吼，是这是是小学老师嘿，拢有即种拢会使理解考试啊考好安尼吼，嘿，所以讲有一寡历史伊会特别用华语甲我互我考试。是较有方便，嗯会当理解吼，是这我嘛会当了解着，就是因为考试，我毋才有遮尔深的体会。若是讲即马咱考试的制度甲科目有改变，我相信爸爸妈妈的教育的即个方法嘛会有改变。然后我的爸爸就是有影，就是较坚持用台语的吼，就是伊即个部分的。而且伊讲就爱讲英语甲日语，所以讲伊都爱唠英文安尼，所以讲定定伫咧厝诶，我都有较无共款的一寡刺激安尼。因即马做阿公阿嬷，因为阮有讲吼，因足欢喜诶，因为因知影讲阮有决心要做即个代志，嘿，所以都会甲因两个相信阿孙拢会讲台语安尼。所以恁算讲是伫咧沟通即个有代志诶时阵较顺势就对啊。我建议若有一寡家长希望讲甲囡仔讲台语，而且阿公阿嬷嘛会讲台语吼。因即个定定改袂过来吼，迄个镜头定定戴镜头拢改袂过来啊！甲威胁讲你若个讲华语吼，你的即个孙你都看袂着，应该真紧都拢自然的。对，爱甲亲热安尼无？威胁一个，无讲我教的。我感觉都是有一个场所啦，譬如讲阿公阿嬷兜一个。特别的即个场所时间，若是讲真侪爸爸妈妈有心要做，但是台语可能还袂会当得着，家己的即个心内底理想的时阵，阿公阿嬷是真好天然的即个母语人对无 ？native speaker 啊，就是拜托因吼，啊，就是伫即个时间，就是逐个转台语安尼。特别的时间，还是讲特别的一个人吼，设定一个人，还是设定一个特别的地点安尼。第三个就是一个特别的时间，就是咱兜就是即个时间，真侪学语言的人，英语想要学好，都是安尼。咱今仔日规工都是英语日，你拢有即种对英语的爱，想要不要拨一寡爱？我家己的语言，嘿，对，这嘛是会当，就是开始的时阵，头仔来，慢慢都会拓开安尼。毋过除了人以外，环境我想嘛是真重要。你讲当电视一拍开，除了原民台、客家台，可能台公司台语台以外，你要有真侪台语的节目，而且适合囡仔看，其实是真困难。你厝诶敢有电视？我其实无，阮无互因看电视。所以咱第一着甲即个物件。摆伫外口才袂有即个问题嘛吼！你创造一个，因为咱要创造一个全台语的环境，互囡仔其实以现代社会来讲，其实真困难。你讲人，我阁会使甲强迫，我阁会使甲威胁，但是你无得威胁一台电视，威胁手机啊，讲出什么话？你不管你用 Google 还是 Siri， 伊嘛袂甲你讲台语吼。当然，咱开始有一寡 AI 伫开发台语是无毋对，毋过目前就是还袂有遮完整嘛。所以，即个环境你要安怎去培养出囡仔，真正有一个伫厝内真好的台语环境啊。其实我特别紧就是台语台的即个节目才会互因看，就是这就是我家己会去安排。这其实因为台语台伊毋免有 cable 嘛，就是伊会当伫线顶，就会当甲可以就是譬如讲2-3工看半点钟，即种方法呢吼而且我感觉电视看较少，囡仔伊的迄个主动性较悬我感觉就是电视看久有影，因为我家己细汉嘛是最爱看电视。我嘛是，看大嘴开开，拢毋知家己人即摆伫倒位吼，迄嘛是定定会有即种情形安尼，所以我感觉就是接较囡仔讲话。毋过因当已经读小学3年啊嘛，即摆要4年啊，要4年，行踏出厝来了啊！你去到外口的环境都完全无共款啦。厝内你法度用即个环境互行去到外口，目前的现实就是伊就是华语上课，就是你的同学大部分拢讲华语，你的老师嘛跟你讲华语，你的囡仔敢袂有即个疑问讲妈妈为什么我们伊讲台语嘛？无是安那咱讲的甲因无共款，是安那因拢袂晓讲台语，就是安那因拢甲我讲华语。第一摆因甲我问即个问题是伫咧
因小班的时阵，伫咧幼稚园，是，有一天等下因甲我讲，因讲妈妈，阮班是毋是敢若阮两个台湾人？这是你笑笑会喊出来呢。你一开始我感觉真古锥，但是我了就比较感觉就心酸的呢，因为因即句话啊，这是咱台湾一个足特殊的语言的现象，就是台湾人毋是讲台湾话，台湾人是咧讲外国话。我拄才会笑是，我联想着讲过去有一寡阿伯啥定讲台湾人袂晓讲台语，伊是讲这边就在细汉咧讲一个叫老，我当翻头讲变成讲老牌话，原来咱两个是台湾。我有一个这个对照啦，甲较早一寡，当然这个讲法有当下无介适当，但是咱暂且无去论。我理解这个，我有等下这个笑亏点。但是我这真趣味，但当然伊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个结构性的问题，其实是真使人头疼，是讲真烦恼的代志啦。就贴合性，嘛就互人心酸的一个。顺利安怎回应这个问题？我就开始甲因讲台湾的历史。伊个日后都无讲要问你，就是讲较久啊，准拄煞。为这个日本人来吼，过来国民党来到台湾吼，经过的这个历史，台湾的近代史。小学3年啊，这台湾近代史100多年来历史已经安尼整合起来安尼。迄个时阵才4岁。对吼，是幼稚园仔就已经开始问这个问题啊。但是有影是，我甲因讲解说足多，因听甲敢若听有，搁敢若听无，因为4岁嘛。是。但是另外一天我咧甲因，因为因迄个因是一个幼稚园外口有一个花园，囡仔咧佚佗，真不哩大吼，搁有一个足水的一张树啊，顶头搁有果水的互因摕当耍的一个树屋小树屋安尼。有一个囡仔甲因咧耍吼，已经下课啊，拢已经小朋友拢回去啊。结果迄个小朋友就走来问我一个问题，因为穿因衫诶，妈妈伫咧边仔咧耍手机啊，伊就来问我讲，丁阿妈妈，因拄仔敢咧讲法文？因为丁阿因两个咧讲台语，因两个互相咧讲台语，但是因同学想讲因咧讲法语。这就是我知影真侪母语家庭去到像公园这个所在，拢会拄到的问题。对，而且，好奇怪就是讲，较要安怎讲呢？就是讲台湾社会虽然讲你毋知，你袂晓讲，但好奇怪你会晓听知影伊是台语，还是客语，还是造语。但是咱即马搁较细汉的囡仔，是敢若知影这是一种声音。但是伊连这是台语本身都有，拢已经毋知啊，已经无法度分辨啊。伊想讲，伊毋是袂晓讲，伊是连听都完全袂晓听。对伊可能想讲，因为伊囡仔即摆英语拢足好诶，伊听，这毋是英语，对，英语拢讲会出来。对这法语。我感觉足悲哀呢，所以囡仔就是去幼稚园的先拄着即个问题，所以即个时阵就是我感觉台湾史啦，摕出来讲。但是伊敢会翻头转来变成讲伊该甲你讲华语，袂有即个问题。其实囡仔因我毋知影是因为因是双生啊，所以讲因有一个。家己有一个保护，一个保护网伫诶吼，而且因感觉不哩安尼真赞吼，就是会使做伙美人。对，就是讲，因有一寡譬如讲，甲囡仔、甲其他囡仔踢脚球啊，有一寡暗号就对啊。你那边创啥？你创啥？其他人毋知影。感觉真新鲜，所以讲其实这个语言会当做阮兄弟仔之间，阮两个人的一种秘密。所以因是共班的。对，因相时当然就是爸爸妈妈会当决定要共班还是无共班，学校拢会问你啦。对，一开始因中班的时阵我有互因听班呢，但是了后，因为因即马读音乐班嘛，音乐班就是考试的，就跟他全学校跟他一班，所以因个爱个做同学安尼。可是两个人有人斗阵也是无共款，两个电都有敢若咱共同有一个秘密，所以伊电都凡说更较保守一个
语言哦。我甲其他人讲无紧，我甲你讲华语，但是咱两个人一讲话就转化成台语安尼。对，有家己而且看到妈妈去甲因接，因嘛就直接转做台语，我嘛会甲因提醒，因为有当时因迄个咧未切转过来，未切转来，我就讲妈妈甲妈妈讲台语，因都会转来讲台语安尼。所以我感觉就是嘛，是使甲因鼓励吼，比如讲请因去做配音员这是一个，就是会当表演互其他的，就是小朋友会听到我的声音吼，也是讲我感觉有足侪台语爸爸妈妈，因嘛足厉害的，因嘛会互小朋友会当，就是讲，互伊伫诶即个语言内底，找到伊甲即个语言的一种，无论讲是透过表演，还是透过是伊表达吼，还是透过伊甲某一个人的一种情感的连接。即个语言要互伊有信心。对，就是互伊知影讲，其实我对即个语言，对我来讲，伊是一种足重要，有一个重要意义的存在啊。会晓讲即个话是你会较请应，较有好处，对，因为反正华语逐个嘛会晓，你嘛会晓，但是还有你还有别人袂晓。可能是我想这应该是会是真济台语家庭的家长一定会去面对的问题，尤其是你去小学，因为小学就是开始有书写系统入来啊，而且即个同侪压力，同学压力其实是真大。对，囡仔人讲公公嘛，大班进前拢足公公诶，所以嘛无伫管对方伫讲啥，因为咱靠动作伫了解。而且我定定去幼稚园广告书，就会发现发觉到，就是愈细汉诶囡仔，伊对每一种语言会接受的程度足悬诶。你讲台语，伊就甲你回台语啊；你甲伊讲啥，你甲伊讲啥，伊就回你啥。但是慢慢啊，到愈来愈大汉，伊就会知影讲你会晓讲华语，伊就会甲你讲，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要听。他一边甲你讲华语啦，请说国语这样子，伊是甲你塞奶咧讲，但是伊就开始会较挖靠迄个语言，因为迄个语言开始伊知影较幼路要安怎讲，有一寡情感的表达、情绪的表达，伊开始较为迄边去发展去啊，伊就开始放杀其他的语言，即个时阵伊就会感觉讲即个语言我无法度去管理去 manage，伊就会开始，尤其是来到小学，迄个是另外一摆，就要紧去处理的。对，我想爸母伫咧即个时阵、即个时期，应该是需要特别注心的时阵。那当然，到底有什么应对的方式无？我感觉每一个人的例可能无共款，因为像讲你囡仔是因为相生啊，因有一个彼此之间真好的保护伫咧，所以无即个问题，可能相对来讲较少一寡，即个问题较少一寡，但是若真济顾查某囝、顾囝一个人，可能伊来面对的问题足济，所以嘛会使理解讲真济台语家庭是安那彼此之间的，大家小活做伙，大家做伙活动，参加台语活动，创造全台语的环境。迄个彼此的支持，其实真大一部分是互囡仔有一个信心的支持。你讲的这其实大家有真济人甲你共款，那你去到学校的环境，到你班的时阵，可能大家甲你无共款，你真特别。但是你要有这个自信，是你是特别，不是你甲人无共尔。有影。但是同时佫互你知影讲，甲其他人做伙，甲这台语家庭做伙是其实真侪人会安尼。其实大家拢有这个语言，都无问题。可能当时这两路拢爱行会落，才有法度真正去退掉咧。讲这个台语家庭囡仔到小学啊，这个阶段爱面对的这个问题。因为可能我伫有啦，因为我毋知，但是我家己伫观察。若是我细汉讲台语经，凡说你行过小学啊了后壁伊伫学校伊要讲什么语言，其实已经无遐重要，因为我认为已经把袂掉伊家己的语言啦。我要转换，我要使用，我要甚至讲要典型，我无共是，我自然都会去使用，而且伊的底底有知啊。了后伊家己去决定，我感觉拢较变遐烦恼。可能这时期是较辛苦的一段时间啦。若是甲这个好在，应该都是亲像之前讲的，我感觉都伊都会家己去发展啦。
我是台师大台文系曾嘉颖，你即马收听的是阿铁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儿童公民话本最后的2本，阿皮甲阿敏也阁有最后的5分吧，已经出版了哦。每一个故事拢包括着话本、微动画影片、手语影片、有声册，足澎湃哦。请大家到阵来读。嘛做伙来听故事，讲台语，耍文化，捌台湾。那安尼，咱就继续来听落去。拄则你嘛讲着真济即个结构方面的问题，咱嘛希望讲社会结构嘛会使互遮个家庭更较济支持。咱知影讲包含客语家庭，咱嘛有敢若有学校是毋是是做全客语的即个学校教育。若有即款的物件愈来愈济，即款的体制愈来愈济，其实对真济台语家庭家长会更较轻松一寡，就讲咱得到更较济支持。当然，这族群之间有族群之间会拄着的问题，就是讲不同的无共的族群，因嘛会拄着无共款的困扰。我相信包含客语族群、原住民族语，搁较免讲，因的困扰可能搁较济，搁较复杂。但是我定是安尼感觉讲，火烧厝一定是会烧过经，所以你绝对莫想讲别人的代志甲咱无关系，咱顾好家己就好。所以真济台语认真地学习台语，就是讲对台语的意识真注重的族群的人啦，应该是真济人是会去学习其他的语言，包含客语、原住民族语，你会使看到一济，而且因真关心着本土语言本身，毋是干那台语吼，包含客语、包含原住民的各族语，家己去学习以外，伊嘛会替因去，毋管你讲参加因的福建的各种活动，或者是去甲伊大家做友起来，因为任何一个台湾的本土语言倒落，其实对台语拢是有影响，这拢是互相的。当然，同样。台语若倒落，对其他的语言搁较免讲，绝对莫想讲台语倒落啊，这资源就分配，其实根本就无啥资源，你要分配啥？所以这是彼此之间大家拢爱去思考的代志啦。当然，这就是规个大范围的物件。当然，这大范围的这个议题内底有一个是最近风风火火吼，这嘛是。我互你访讲内底算讲是较顶斗的一个题目啦吼，因为我想你是无法度闪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也是甲藏入去吼。我嘛希望讲为你的这个思考的角度来看这个物件，当然我相信有的人可能家己又会对吼，就是正名的问题吼。因为咱讲台语啦、台湾话啦吼，等等这个名词。一直以来我拢讲我家己讲台语吼，但是讲实在我小学的时阵。拄则咱私底下嘛，你讲我小其实我参加过2遍即个台语比赛，但是我会记得我若无记毋着，其中有一遍叫做闽南语故事比赛，真侪人闽南语都讲袂出来吼，闽南语即个词对真侪人来讲真歹读啦吼。即个正名意义到底是啥？因为最近有正名即件代志对无吼，包含教育部当伫即个台语词典已经甲台湾闽南语常用词典。甲改做台湾台语啊，吼，咱先无讲台湾，放去头壳顶这是什么意思？我讲这是通用性的一款毋管咱讲是处伫一个平衡，讲大家彼此较简单处理吼。我讲是先莫管台湾这2个字，重点是台语这个词。咱讲正名的意义到底是啥？啥哪会正名？因为正名的本身就是咱爱找着转去的路，因为。台湾作为一个，咱讲咱台湾人啦，应该是安尼讲，还是讲台语的族群吼，已经真久以来，久长以来，咱互人叫另外一个名叫做闽南语吼。这个名是安怎来吼？就是为着要加强中国。甲台湾之间的这个连接吼，就是大陆吼，甲台湾吼，了台湾内底有这种台湾闽南语哦，这种就是讲伫咧这个语言的政治内底吼，要甲台湾搬做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这个操作就对啊吼。这其实是因为这个代志对真侪少年朋友来讲，也是讲对真侪毋是讲台语的族群的遮个时段来讲吼，其实因理解这个代志进程，这拢已经发生伫个历史。
是顶面啊。嗯啊，台语其实伫咧台湾历史吼，已经是用足久足久诶即个词啊。嗯日本时代所有开始着即个即个语言诶讲法，是都是拢用台湾话，是无着用台台湾语语，对毋对吼？啊，这本来就是咱诶名啊，你敢无法度接受你原本叫做即个名？譬如讲我叫曾嘉颖，我就是二尾，无爱甲你叫曾嘉颖。啊，这都是我诶名呢，是安怎？你要甲我改名啊？伊发生诶时阵，可能你毋知影，这真侪就是亲像讲，有足侪人，你甲伊讲着陈南荣真生伊诶即个故事，也是你甲伊讲伫日本白色恐怖，有真侪人伊毋捌读过即个历史，伊讲哈，台湾敢有即个代志，这都是对即个历史诶理解甲识别，无就是讲机会会当知影这，无代表伊无发生过。所以讲我感觉真重要，就是台湾话也是台语是伫诶，咱还袂出生之前，伊就叫做即个名，只是伊伫诶中啊，去互人号做别个名。过来伫诶即个课本内底，不断甲咱讲，你就是叫做即个名。用即种方法，我拄仔所讲着，就是讲用教育，用各种诶即种奖励。甲即个就是理所当然诶代志，就是这毋是理所当然诶代志，但是伊就互你变做讲，你逐工就是看着即个物件，变做讲，这都是安尼足自然诶。其实即三字闽南语诶三字，安怎读都读袂顺，你用台语读就是倒有影怪怪安尼。这相信较老一辈即个台语人因拢应该是有足深诶感受差不多7、80岁遮诶时段，伊应该特别知影即中爱会真差安尼所以我感觉正名诶即个运动其实有足侪即个咱讲即个推萨即个台语运动诶即个团体，其实一直拢足拍拼几十年来拢一直家己佫叫家己是台语但是咱正式开始咧做即个政策方面，也是讲真正伫咧即个政策上要去做一个正名还是最近诶代志伫咧就是之前阮嘛有特殊在台文系其实阮有老成贤老师我诶好同事就是有出就是最好看诶即个畅销书，干嘛替伊即个大书安尼即个老成贤老师伊就就是写一个就是等于讲是去即个院长办公室一个人书去甲伊讲是安怎讲国家语言会议已经通过就是台湾台语的即个讲法是安怎即马教育部还袂就是遵照即个建议来去做一寡改变安尼所以阮有5个老师，阮到底就署名阮就去做即个代志了后就是有真侪即个 NGO 团体，逐个嘛到底来投入去做即个代志，开始做即个连署我感觉这就是咱台湾公民社会有觉醒嘛知影讲每一个人的力量拢足大诶但是呢教育部伊诶讲法是讲，因为课纲顶头是闽南语啦若是牵涉着课纲诶，伊即马无钱抑佫无法度改安尼这要等即个课程委员会即个决议才会使，但是伊即个外围诶一寡就是比赛等等诶即马无钱总算是会当做一个突破安尼。其实一直伫讲要甲即个名改掉即件代志讲诚久因为文化部动作较紧一顺，因为进前都即个立法委员有质询嘛，那质询了都有讲到即件代志，那文化部较早都其实前2年都已经文化部卡手较紧，进前都做调查嘛，因大部分像我收到因的公文嘛是拢是已经写台语啦那定我咧讲教育部哪会遮蛮皮，这台语就做蛮皮，咱嘛毋惊得是教育部啦。我当然无咧读册我管你。而且就是讲，毋是因为教育部伊诶讲法是讲，无就爱佫做一摆调查，就调查才拄好做了，就是恁就7成诶人拢讲，恁毋是拢属于行政院。对无，2个拢是属于行政院嘛，行政院诶文化部，行政院诶教育部。恁算讲是同事嘛，恁同事做诶代志，你拢当做无看。新闻互因讲，咱即马爱建议用即个台湾台语安尼。对所以就讲蛮皮嘛。
当然总算讲啊，伫咧新一届立法委员内底嘛有提出这个接受，那有到底推送吼。当然，我感觉这一部分是社会风气，社会讨论有到迄个程度啊。吼，语言这件代志。正名在我家己来看吼，当然因为你有讲甲较完整啊，但是那单纯以我家己角度来看，我认为讲，因为语言本身伊的名或者啥，甲伊的历史，就像咱讲的，语言本身代表是伊背后的文化甲历史。当因为伊的名嘛是，伊的名若有变化，咱嘛必须要去思考即个名的变化。敢有合理，敢有符合着正义？吼，当然，这内底都有真侪讨论吼。毋管伊过去叫做台湾话，或者是台语，吼，这个事一直演变到了，互人叫做这个闽南语。其实伊有伊一个发展的过程。然后，这个闽南语当然咱嘛知影讲，伊其实甲这个威权政府、威权体制有真大的关系。咱当拢伫讲这个转型正义，人权方面需要转型正义，语言权同样需要转型正义嘛。所以，这个物件是一个无正义的强硬要甲加起嚟的一个名词。这包含牵涉着讲国语政策的出现，吼，毋管日本时代国语政策，就是台湾，就是这个。国民党来了后的战后的国语政策，这拢内底掺杂着无正义这件代志，所以必须去思考讲，这个闽南语三个字，伊所代表的意义是啥？那这个意义，咱当然无认同，那当然伊就必须要去做改变。就像过去有真侪人可能受到这个，不管你讲228事件，是后壁白色恐怖事件。冤狱啦，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压迫，伊当嘛必须爱互人来甲平反，爱替伊出声，不管伊活的还是死的，你拢必须爱去甲讲出来，互所有的人知影。你爱限伊一个清标，这是本地就应该爱做的代志，包含语言嘛是共款。对我来讲，是安那台语必须爱叫做台语，是因为伊有这个过程。当然。我知影讲，像最近前一阵啦吼，伫即个咱录音前一阵都已经有即个讨论嘛，真侪座谈，都是座谈会，就是台北、敢若南部嘛有嘛，各路场。那内底一个较大的争议，就是讲有少部分客家族群，我讲是少部分我相信毋是所有客家族群拢是讲，我嘛拄着真侪客家族群的少年人，伊认为讲伊要叫啥物名是伊的代志，你共管他这要创啥，因为是我，但是咱知影讲，都是有即阵人，而且即阵人内底。有诶，你当然认为讲拜托你连客语都袂晓讲嘛，有确实有。毋过咱嘛知影讲内底有一寡其实是客家族群内底有地位诶人，或者是讲伊伫咧学界有伊诶即个名声诶人，嘛参加着即款诶反对，就是讲我要甲我诶名找转来，是安那你要反对我找转我诶名即件代志，因诶理由，因诶理由我大概来讲就是讲，因为台湾是整体诶一个讲法，所以。是安那你会使独占台语这个名来做一个当讲独占嘛，就讲我讲我的话叫做客语原住民族，比如讲你是台湾语啊、台语啥，是安那你就会使你会使叫做台语，你是安那凭什么？这个理由会使代表着全台湾，对不？大家讲话这时阵佫硬要甲原住民救出来，讲原住民族才是真正来到台湾佫较早的人啦，因才是佫会使讲家己的语言是台语，你嘛请教一个，人敢有讲要叫合作台语，你嘛爱硬要讲强逼对不？我白要讲咧，都心机不要这些讲出来创啥当然这是一回事，但是我嘛希望知影讲。你以你的角度，你来看这个问题。我想，咱目标不是要和族群对立，真侪台语人，甚至伊其实是台客混南做伙，所以伊真侪人是台语加客语拢会晓的嘛。有其实真侪这个台语人，其实伊会翻头去学客语，去斗相共去推行的。其实我认为族群之间，以现代社会其实无遐大的冲突，但是。确实就是有这群人，而且这群人的存在，咱袂使当作无看到，因事实就是伫遐。那咱安那去面对这个人的反对，甲因的讲法，以及讲好，咱也希望化解这件代志。目前除了讲，咱讲头前加一个台湾这个名以外，感觉还有什么可能会使做的代志？好这是最叮当的一个问题，因为老实讲吼，台语族群甲这个客语族群，抑佫有族语族群，其实。长期以来拢是受到这个语言政策压迫的族群，应该是手牵手互相支持才对的吼。所以这是有影是就要安怎讲？互我感觉心的部分，有影悲伤吼。所以要安怎讲？就是讲
台湾话也是台语吼，敢就是讲伫个台湾的土地语言吼，你敢袂使拢互你全貌的吼，就是规碗捧去安尼。我感觉这是落入去即个实名者伊的即个思考的理路内底，伊就是要互咱乖，互咱安尼弱弱相残安尼。台湾大学。咱所有的台湾的大学拢甲抗议好，是安怎你要独占台嘿，这就是这个思考，就是真简单，这就是一个专有的名词。是台语本身，台湾话本身就是讲这个语言的专有名词，而且这就是咱家己这个语言的名。伫个这个袂使讲盘古开天，但是会当讲就是伫个日本时代，可能搁较早，就是安尼咧叫，才会咱通用的这个名，而且迄个时阵。老实讲，日本时代通用的即个台湾的主流的语言，都是台语哦。咱这拢是会当看到即个文献的资料，拢会当看会到的吼。所以讲，咱毋通落入去即个都是小湾的即个理路内底吼，因为即个专有名词，这是我家己的名。希望即个正义的本身，毋是讲要去甲你分互你的正义，你家己的语言正义，因为我要争取我的正义，就互你感觉讲你家己的正义受到一寡伤害。所以即个代志我嘛是足希望就是有影讲若是真正真爱台语即个，无我嘛是想无就台语就互客语来用。是要叫客家台语讲嘛？啊是讲无为虾米要叫客家呢？是安怎拢甲家己当做人客，会当做头家无？头家语。对啊，就是好无？换做一个头家语无恁有要头家语袂歹，无恁若无爱头家语，无咱来叫头家语。你知无？就是讲咱会当换位思考，也是讲较有即个贪心的思考，就是讲。是安怎？就是咱来用即个，就是别人教咱的即套来去想即个语言之间，这原本都无存在的斗争。用即种斗争的即个手路，若是讲即个思想的斗争来去互相伤害，我感觉足悲伤的啦。这嘛是。做即个机会我嘛是真感谢主持人问即条，虽然我感觉即条有够叮当安尼。我想要补充一个代志，就是就我所知啦，客家族群或者讲客语的人，你讲着台语即个语言的时阵，其实大部分用的是较我河洛话即款的讲法。那其实咱从来无去强迫别人，你要安怎称呼我的语言，我无叫你。该做什么语言？你要讲是毋是台语，其实是你家己的代志。你要讲河洛话，我嘛接受你家己安尼讲。但是你要强迫我改我家己的名，这是足奇怪的代志。这两件代志是无共款的。那当然，像台语咱讲上无应该是伫咧日本时代进前，就是合作台湾话或者合作台语啊。那我讲这是因为咱当讲台语其实是有讲有转，不讲不转。当然内底嘛包含潮州话的变化，包含真侪无共款的语言南做伙。那这代表的。毋是讲你甲闽南语其实闽南语本身就是一个真复杂的词啦，到底是指闽南的倒位因为闽南福建南部的语言嘛足侪款的我嘛毋知你是哪一款，比如讲漳州人讲漳州话，泉州人讲泉州话就正是因为咱的几个主要来到台湾的遮侪年前来到台湾的遮个族群。经过遮侪族群的斗争咱讲什么病什么将转病啦等等，全部最后统合。变成一个新的族群，你毋是漳州人，你毋是泉州人，你毋是潮州人，你就是台湾人。你开始有这个在地意识、本土认同的意识了后，才有台语这个可能性的出现嘛。无我就讲我讲漳州话，我讲泉州话，但是咱打家讲是较我泉腔、我漳腔，这是腔口变化，但是统合是因为咱是做伙，咱是共款。那你袂使甲这个历史甲摕掉，因为你甲闽南语摕出来，第一是咱毋知到底是福建的到位什么语言，第二是你的这个几落百年的物件，互你摕掉去啊！我讲这台语的本身存在意义是这客家这个客语的名称，伊有伊家己意义家己的族群。现在客语人会讲家己讲客语，是因为伊过去的历史了发展成一个新的族群，客家族群已经为客来做客这个客的身份。变成一个新的族群的定义，同样台语嘛是共款。我说我讲这应该是去尊重讲过去发生的这个历史的变化，以及伊这个名背后的意义伫叨位。毋是讲这个台语，毋是讲我食规个台湾，
变成讲应该是讲我中心熟悉甲认同，咱是一个共同的族群。你毋是怎么讲？因为较早你咧江专病的时阵，泉州猪、江州猪、泉州狗是安尼，江州梨啊，泉州梨、江州猪，因为江州人种田较济吼，所以猪是最重要的即个动物。那泉州因为做生意的人济吼，所以饲这梨啊，都是运上这个货物，所以泉州梨、江州猪，甚至有即款烧麦歌谣吼，因为自处无台湾无江州人无泉州人，台湾就是台湾的即阵人，所以有做台语，有做台湾话。我讲咱来去会记得即件代志是，这是一个族群的融合甲认同的发生，才有即个语言。那我讲这是可能过去伫网络顶管，大家你讲台语伊自本就叫做台语即件代志，可能较少提起，就是伊是族群融合甲在地认同产生出来了后的结果，即件代志较少互人提起嘛，都趁着即个机会，互咱的听友会使理解即件代志。我讲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啦。而且因为即摆所谓的即种进步即个价值观吼，内底定定有一种咱讲多元的即种讲法伫咧内底。但是你要讲多元进程，你想象的多元，譬如讲拄仔你所讲到的即个论调内底吼，上重要就是讲你哪会使独占台湾的即个概念。但是我感觉这就是一种偷换概念嘛，就是讲咱拄仔已经讲到这就是我本来的名，毋是讲我要独占即个物件。所以讲有当时吼，即个伫咧咱咧做思考，还是咧做论辩的时阵吼，毋通咱小办一个吼，你所讲的即个正义，也是讲多元内底吼，是毋是你先牺牲着别人的正义？还是讲你感觉讲我就是要甲你叫做即个名吼，我无管吼，我就是安尼，因为这是多元的一种进步的价值观。但是迄个进步的价值观其实是想象出来的吼。我感觉可能搁要进一步去理解什么款式，什么正义是真正的正义，是尊重每一个人，伊要爱伊家己。要号做什么名？迄才是正义。抑阁有什么是多元？毋是讲每一个人吼，就是我原本是叫做什么名，但是我即马我即马想要叫转来我家己的名袂使，咱来用即个多元的即个足大即个无吼其实是要摆渡一个人的主体性。是，我讲这是大家爱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啦。好啦，较点到的地步，咱就到这来结束吼，来讲一个即个较轻松的啦，就是甲囡仔较有关系啦。因为咱若讲拄则讲真济家长，因为市场的欠缺，所以家己嘛投入变成创作者、消费者变成创作者、生产者安尼。那以目前台语囡仔的市场来讲，恁若认为讲有人要投入，要鼓励大家投入啦吼，为毋管是个人创作者来讲，我要安怎有即个机会进入即个市场？比如讲我有创作我讲袂歹的即个囡仔歌，我为着家己的囡仔唱吼，或者是讲我有做一个真好的故事，但是我想要甲其他的家长分享，但是我无法度出册，我一个人要安怎出册？毋是虽然拢法度做自费出版吼，家己出钱来出版，那我要有什么管道、什么方法、什么通路，会使互我有机会甲我家己的创作，互其他的人进入到即个产业、即个市场，互其他人嘛法度接受到咧。有影吼，就是这是真重要，嘛是真侪爸爸妈妈想要知影吼。但是我都有影是看到伫我面头前发生着吼，就是因为看我的册了后，就感觉讲我嘛要来写一本吼，伊会去参加比赛吼，譬如讲李港区基金会，还有即个台文的即个画本的即个剧本的比赛吼，是讲拄仔咱所讲到的即个募资吼，嘛是真好的一个管道。但是你也感觉讲，哎哟，募资可能我也袂有啥物款。思考代志足济，我袂通用。无就先去写一个计划，可能较简单吼。是。甲文化部说，请一个就是看有法度互因拨一个一寡补助安尼吼。这是上紧的，就是讲我即摆无真想会到的。当然吼，就是讲我感觉好朋友之间的合作真重要吼。就是咱网先开始，家己有一个家己的新的即个频道吼，就是新的 channel 你的 YT channel 吼，用即个方法来去看卖 podcast。我感觉即摆新媒体管道足多 Facebook、Instagram 有足多管道，迄拢是无讲爱开足多钱。若是讲真正做了袂歹你有一寡
作品已经出来啊，你就会当来去做后一步，咱拄仔所讲到的物资，也是所讲到的即个文化部的补助，还是讲你嘛会当看其他出版社来讨论看卖安尼。确实吼，如果一般咱咧讲出版，较袂随时想到自媒体即件代志。但是比如讲，咱个伫做 podcast 来讲吼，我嘛看到真侪，尤其进前疫情期间，真侪囡仔主题、囡仔故事主题的频道走出来。你会使发觉讲，大部分囡仔主题的 podcast 频道，拢是为着要成功，互囡仔家己的囡仔听的。既然我就讲啊，无我就规气录成即个 podcast。嘛，确实真侪人做出一个程度，有法度办真正实体的活动，甚至有出即个周边的一寡商品啦，甚至有出册啦，确实有。所以表示讲，自媒体可能是一个先互人看到你，而且毋是讲你敢若空想，家己讲我会使做啥，我会使做啥。你有一个作品出来，互人看到。自然你就有更较侪机会甲你，因为反正咱嘛莫思考讲我随时做一个故事，我就要趁大钱。我想出版业单嘛莫想即个代志啦。但是你若希望有一个作品，你无一定要随时有实体的物件来讲。比如讲咱打做 podcast 嘛是共款比如我打做百外集的内容，咱就有即个机会，你会使甲你想要对谈的人开讲，有即个名有即个名义，总袂讲你看一本册看解讲，我想要来找你开讲，人就会甲你开你送。但是你今日有一个敢若你的面试出来，就是我做一个频道，希望邀请你来开讲，那你就愈来愈侪机会熟悉到更较侪趣味的人，你有趣味的人，你有介意的人，那甲因甚至都有机会合作。当然我想要讲另外提供一个想法，就是讲，比如讲台语家庭的，当然都讲到台语家庭想要出版，还是讲想要做较侪物件。就像嘉欣先生这边有讲，你可能会使甲无共款的朋友合作嘛，这朋友到遐来。无共台语家庭，大家自做伙，要做音乐，迄个是歌手；要写物件，迄个专门伫写的。这个画图，这个画家，自然都会使全部功能拢伫内底啊。尤其是台语家庭的家长真正是每一个人都是下领域的这个人才啊。虽然拢夭寿厉害，所以其实你找人。拢伫遐，就是你爱踏出迄步啦。我相信应该未来，我伫有那照你当来讲，我嘛都有即个灵感，就是讲，那真正你本地是一个消费者，敢若买还佫无够吼，像市面上该买我拢买了，煞无物件通我互我买吼。明仔从想要家己做，佫毋知安那认为吼，先为台语家庭去，过来就是当然你有讲到文化部一寡补助案。补助嘛，共款，比如讲你要做一本册，钱有啊，但是我都无人啊，你总袂讲完全拢靠着开钱这个方式，讲实在有困难啊，补助有限所以可能你就使透过讲台语家庭之间的连接，就找着适合的人，大家做伙来做，你基本的经费嘛有。大家都有机会真正做出恁认为属于恁的需要，甚至是专门为着你的囡仔来创作的作品，那我想应该都会有真好的一个结果啦。我相信目前这个市场的这个欠缺，某一种程度，等都是你要行出一条路的机会，等都是安尼，所以我感觉最后伫咧点到的题目了后，想送一个较轻松、佮趣味、较大家会使开始发想家己想要做的物件，一个较快乐的气氛。我无遐粗残我也是用一个较轻松的气氛做结束好啦，咱时间嘛已经差不多我看这个长度可能会2点钟。而且我今日还有炸一首歌要来送给咱的听友呢。对，刚刚实在有一条歌来要互大家听一下大家会使好好甲听煞。其实咱伫咧开头时我会小可放一首啦那后壁完整的版本伫咧咱结束了后，大家会使好好来听看卖。好啦，毋知影大家对这集的内容有什么款的想法咧？这集你听了是有介意，或者什么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Firstory， 或者是 YouTube 来留话互我。那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box， 希望你会使留互我5分数，款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出亚特聊聊天，会使看到更加侪节目内容的补充。若是很有意义，愿你一杯咖啡一包糖糖的钱来鼓励阮做更加侪创作嘛，使点下 show note， 也就是说明区的这个赞助连结网链啊。假如是随意生意食水甜，咱三表示咪大别的我嘛介意。那无论这少拢感谢你的支持，那呢，咱今日就到这咯，拜拜。再会。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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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你。